11月17號一哩冠軍賽。一開閘嘅時候咧 June Blossom 起步比較慢嗰匹嚟㗎，前邊最快彈出嚟分別嘅超脫標誌就快啦。Blossom Look 咧都繼續係好前速㗎，擺前面走嘅。咁後一格嘅馬位啦，內欄1號咧就風韻抗啊，守住個內欄第4，然之後寬道路咧就拍住出邊咧決志驕騎啊，全程走住個外碟咧出奇制勝。好啦，見到白色衫嗰匹咧就奧提巴魯嚟嘅，內欄方面咧仲有回兩村啊，再出邊咧白色衫咧就藍帽咧摩天雲霄，入邊見到啦神智勇進13號嗰匹啊嚇，咁啊白色衫橙帽嗰匹咧就係神智勇進嚟噶，後少少先係灰馬嘅卓倫谷咧就全程走咗個4碟啊，拍住喺隔離嘅爽爽海風啦，咁啊嗰匹 June Blossom 咧就起步比較後噶，而家暫時喺個尾二位置度，殿後一匹咧仲有隻黑衫粉紅帽咧就逐天使，距離前領馬超過12個馬位開外噶，前邊帶緊頭 Blossom Look 咧依然都係佔先差唔多2個身位啊，內欄嗰匹嘅風韻抗咧就走住個第2，咁然之後啦喺外邊慢慢上緊啲咧，咁馬最出邊咧就係出奇致勝啦，咁啊見下隻瘦日小島先，暫時喺馬林中間白鼻梁啊橙帽白色衫嗰匹咧，咁啊躲得比較後啲，咁但係中間有位開始上嚟噶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咁啊前邊咧外邊突圍而出嚟出奇致勝啊，中間位置咧先見到就係神智勇進開始嘅蠶食上嚟，大外檔在摩天雲霄啊，同埋呢匹咧就卓倫谷噶，入到最後100厘米啦，前邊神智勇進個勢就好強啊，神智勇進可以贏啲今屆嘅一哩冠軍賽啊，跑第2名奧提巴魯咧喺後邊上緊嚟，第3咧就出奇致勝噶。